大家好啊，Brian 啊，嚟到呢集北歐神話諸神的黃昏，神話背後嘅真相。我應該第一次咧去講呢個北歐神話。咁點解要講到呢個北歐神話呢？就係嚟緊呢幾集呢，都係一個亞特蘭提斯嘅系列，都係同呢個亞特蘭提斯有關。咁點解北歐神話又同亞特蘭提斯有關？你聽落去就會明白噶啦。咁而點解會用神話去研究亞特蘭提斯呢？因為其實我本身嘅著作上帝的叛徒二亞特蘭提斯入邊係用咗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呢，就係神話比較學，就係比較唔同文化背後嘅神話。去對比之下，去揾翻佢哋嘅共同嘅結構，喺個結構入邊呢，就可以揾到一啲嘅證據顯示呢，同呢個亞特蘭提斯有關。因為我哋所講嘅神話學本身呢，其實唔係完全一個，即係神話本身唔係完全一個故事咁簡單嘅。喺神話學家或者一啲學者入邊嘅眼中呢，神話背後其實有佢歷史嘅根據。咁當然神話嘅表達本身係誇張噶啦，誇張化啦。咁所以我哋就要透過神話比較，利用唔同文化嘅神話去揾翻個框架，揾翻大家相同嘅地方。通常呢啲相同地方本身就係有一個歷史根據喺度嘅。因為神話學家都話俾佢聽，其實呢啲神話其實係表達緊唔同文化嗰啲人佢本身嘅潛意識，而潛意識係受咩影響呢？其實係受佢哋祖先或者佢哋曾經經歷過一啲好深刻嘅印象嘅事件，影響咗潛意識，然之後佢透過一個神話表達嘅方式，將佢內心嘅潛意識嘅諗法呢去表達出嚟。咁所以其實換言之，神話本身係有一定嘅歷史根據，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抽絲剝繭咧，撇除咗一啲誇張嘅地方，去揾翻究竟佢有啲乜嘢想表達。神話本身除咗佢表面嘅故事之後，佢內裏都有隱藏好多嘅密碼，甚至一啲隱藏信息，亦都會喺今集入邊咧同大家解構究竟呢個諸神的黃昏究竟係想表達啲乜嘢嘅呢？其實荷里活本身都拍過呢一套戲嘅，叫 Ragnarok 其實譯翻過嚟就係諸神的黃昏，應該係2017年嘅拍咗啦。即係入邊嘅角色大家都有好熟悉㗎啦，就係雷神洛基等等呢一啲北歐神話嘅角色啦。但係記住呢個荷里活嘅版本係改編咗嘅，就唔係真正北歐神話入邊嘅諸神的黃昏。再加上呢套戲本身嘅拍攝手法或者拍攝風格就我個人覺得就麻麻地嘅啫，我唔係咁中意啊。咁當然電影呢一啲嘢係好主觀嘅感受，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只不過話俾你聽，我自己唔係好中意呢種嘅拍攝風格。如果你有睇過，你會明白我講啲乜嘢嘅。咁所以我今集呢，就唔會講呢個電影版本，係講翻正統版本嘅北歐諸神的黃昏究竟講啲乜嘢。咁我哋所謂北歐神話主要係搜集嚟自邊啲國家嘅神話呢？包括呢個挪威啦、瑞典啦、芬蘭啦，甚至冰島都有嘅。咁所以呢幾個國家佢哋都有一個共同嘅神話系統，就係我哋而家所講嘅北歐神話啦。咁而呢個北歐神話最主要嘅文獻呢，其實就係記載喺呢個 The Elder Edda 入邊即係我哋譯作應該叫做老埃達嘅詩集入邊，就記載咗呢一場好重要嘅諸神的黃昏。因為諸神的黃昏呢，啲學者相信其實誤譯嘅，原本係譯做諸神的末日，就係講緊北歐眾神要經歷一場大戰之後，或者一個大災難之後呢，大部分北歐最主要嘅神都係呢一場嘅戰爭入邊死亡嘅，所以本身佢應該譯作諸神的末日。咁亦都有好多學者去研究呢個諸神的末日，佢本身想表達啲乜嘢？究竟係咪一個將來嘅末日預言，定係已經發生咗嘅災難呢？喺今集入邊我都會剖析究竟諸神的黃昏真正想帶出嘅係乜嘢信息。講到諸神的黃昏，不得不提一個勢力，就係呢個亞薩神族。咁其實亞薩神族就係北歐最重要嗰啲眾神都係嚟自呢個亞薩神族嘅。咁其實仲有另外一個神族叫華納神族，不過北歐神話嘅故事嘅主線主要都係講緊呢個亞薩神族嘅，包括我哋熟悉嘅奧丁雷神索爾都係屬於呢個亞薩神族嘅成員之一。咁而亞薩神族最重要嘅角色當然就係佢哋嘅眾神之王奧丁啦。通常都係一個老人家嘅形象出現嘅。
荷里活亦都拍過啦，佢嘅形象就係咁啊，因為喺神話入邊佢係單眼嘅，盲咗一隻眼啦。咁而奧丁本身其實對我哋日常生活都有影響嘅。點解啊？我哋而家所講嘅星期三啊 ，Wednesday 本身呢個字就係嚟自奧丁佢嘅北歐名字 Woden ，Woden 譯過嚟就變成我哋星期三嘅英文字名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星期三，即係古代嘅人就係用星期三去敬拜呢一個奧丁神嘅。其實咁而奧丁本身呢，佢就係好追求知識嘅。佢曾經將自己倒吊喺棵樹度呢9日9夜，目的就係獲得個盧恩文，然之後去得到一啲奧秘嘅知識。而呢種佢倒吊嘅形象其實亦都影響咗後來嘅塔羅牌，因為如果你有見過塔羅牌，其中一張牌呢就係一個倒吊人，而呢個倒吊人嘅形象亦都係嚟自呢個北歐嘅眾神之王奧丁嘅。而奧丁呢亦都統稱為呢一個戰神啊，因為佢嘅戰鬥能力係相當之高嘅。咁一陣間喺諸神的黃昏入邊，你都會見到佢會同另外一個角色呢進行一場大戰嘅。奧丁本身都有個仔啊，就係呢個雷神索爾Thor 索爾最重要嘅特徵就係拎住個雷神之錘啊，就係會得到呢個雷嘅力量啊，一個相當之犀利嘅武器。咁荷里活拍嘅時候都係啦，拎住一個雷神之錘。如果雷神係失去咗呢個雷神之錘，佢基本上嘅戰鬥力會大大下降嘅。咁所以你見到佢每一次爭戰嘅時候呢，都必定會拎住呢個錘噶啦。咁而 Thor 即係索爾本身對於我哋日常生活其實都有影響嘅，就係原來我哋而家星期四Thursday 星期四個英文字 Thursday 個字根係嚟自佢個名 Thor 呢個字轉化過嚟嘅。咁所以星期三就係奧丁嘅日子，星期四就係雷神索爾嘅日子。所以原來我哋平時所用嘅星期幾呢個名字背後都係嚟自呢啲北歐嘅眾神嘅。其實咁而雷神本身呢，有另外一個兄弟叫提爾都係一個戰神提爾本身呢，佢亦都係奧丁嘅仔啦咁。但係有學者相信佢本身呢個提爾呢個音其實係嚟自印歐語系佢係對應印度神話系統入邊嘅特尤斯呢個神嘅，亦都可以對應呢個希臘眾神之父宙斯嘅。如果你記得呢。但係宙斯呢個角色好特別嘅，佢同時有啲學者認為係對應呢個雷神嘅，即係呢個北歐雷神索爾，有啲就話對應呢個提爾，但係都唔緊要啦。總之俾我哋見到呢，喺學術上都發現到就係希臘神話嘅宙斯可以對應翻北歐神話嘅索爾或者提爾咁點解會咁樣呢？因為主要都係因為個地理環境其實都好近嘅。北歐啱啱講咗喺芬蘭挪威嗰度啦，佢南部就係歐洲嘅希臘。所以其實係好近嘅啫，咁所以相信有可能係一種嘅文化嘅傳承。咁究竟邊一個影響邊一個呢？就好難講，但係亦都有可能大家都有個共同嘅來源經過時間嘅轉世之後就演化成唔同嘅版本，一邊變咗北歐版本，一邊變咗希臘神話版本，甚至亦都發現到呢，佢哋同印度嘅神話系統呢係有關嘅時候，咁我哋就會見到原來全世界神話之間可能都有啲脈絡，而呢個正正就係透過神話比較學呢去揾到佢哋之間嘅關係嘅。奧丁本身都有另一個仔就係叫做呢個海姆達爾海姆達爾一個特徵就係今次係拎住個號角佢經常呢就係會當遇到一啲突發事，佢就會吹響個號角通知其他嘅諸神即係一個警報系統啦，你可以咁諗啦咁而荷里活拍嘅時候呢，就咁嘅形象嘅，就俾咗個黃金盔甲俾佢啦咁而海爾達姆呢，佢個角色係做啲乜嘢呢？佢主要鎮守呢個眾神嘅領地阿斯加特嘅入口。阿斯加特就係眾神住嘅地方啦，佢通常海姆達爾就會企喺個入口嗰度鎮守住嘅，而且佢雙眼呢個視力相當之好，一個千里眼，離遠就會望到有冇敵人要嚟嚟呢一個眾神嘅領地咁所以佢本身個角色就係一個守衛去保護住呢個阿斯加特嘅入口嘅。講完亞薩神族呢，就要講一講對家啦
因為諸神的黃昏入邊係兩個勢力去爭鬥，除咗亞薩神族就係呢個洛基家族。咁洛基本身呢，雖然就話係屬於奧丁嘅兒子，其實係養子嚟嘅。佢本身唔係奧丁生嘅，佢本身係巨人族嘅後代嚟嘅，只不過後來收養咗就歸咗落去呢一個亞薩神族入邊。嚴格嚟講，佢唔係嗰班眾神嚟嘅，佢係屬於巨人後代。咁而家你見到就係一啲北歐嘅畫作去描述緊呢一個嘅洛基嘅樣，都比較醜陋。點解？因為佢本身係北歐神話嘅角色，係一個邪神嚟嘅，係一個狡猾嘅神啦，或者一個奸詐之神。佢經常去用一啲嘅詭計去整蠱一啲嘅諸神嘅。咁所以其實其他神咧對佢嘅印象就唔係咁好，但係咧佢又係因為一啲嘅事件，係因為洛基去整蠱諸神呢，而意外令到諸神係獲得一啲武器嘅，包括我哋啱啱所講奧丁，佢其實有一個武器叫做永恆之槍，甚至提爾啱啱所手上邊拎住嘅雷神之錘呢，其實都同洛基有關嘅。咁所以洛基本身你可以話佢係一個邪神，但係佢亦都係因為一啲事件係令到亞薩神族嗰啲神呢係得到一啲嘅武器其實成個諸神的黃昏呢一場嘅末日大戰，正正就係洛基去引發嘅。咁一陣間會講多啲，因為點解呢？因為洛基本身有兩個後代，而呢兩個後代嘅戰鬥力係相當之高強嘅。其中一個就係呢個芬利爾狼，係一個巨型嘅狼嚟嘅，就係洛基嘅後代。咁其實奧丁呢，當知道呢個狼出世嘅時候呢，其實佢曾經從一個女巫嘅預言入邊呢，已經知道呢個狼將來呢對嗰班亞薩神族呢係有威脅嘅，因為喺個預言入邊就講到呢個芬利爾嘅巨狼將來就會殲滅嗰班眾神噶啦。咁於是奧丁就好驚啦，趁佢未變大之前呢，就揾侏儒咧去打造咗一個好堅硬嘅鏈啊，然之後誘騙呢一個芬利爾狼咧就鎖住佢條頸啦，於是就利用呢個鏈咧去困住呢個芬利爾狼，等佢唔可以自由走動，希望呢嗰個女巫嘅預言呢係唔會實現嘅，但係呢，事實就冇咁順利嘅，最尾喺諸神的黃昏呢，呢一個芬利爾嘅巨狼呢，就會掙脫咗呢個鏈呢，就對呢一班嘅眾神呢進行一個嘅爭鬥。咁樣間我都會講到噶啦。咁洛基另一個後代就係呢個巨蛇約爾蒙金德啊。咁佢本身呢，亦都係因為啱啱奧丁呢透過個女巫嘅預言，已經知道呢個巨蛇亦都係將來對班眾神有威脅，於是趁佢未長大嘅時候，就將佢掉咗落大海喺個深淵嗰度就遠離嗰班嘅眾神，希望對個眾神嘅威脅會少啲啦。咁而呢一個巨蛇喺個海入邊一路生長，越嚟越大，甚至佢自己咬住自己嘅尾巴。其實呢個形象呢，就影響咗後來煉金術嘅符號，亦都係一個鹹尾蛇本身亦都可能同呢個約爾蒙金德有關嘅。咁所以約爾蒙金德本身呢，佢亦都會稱為呢個世界蛇，因為佢係環繞住成個世界，你又可想而知佢嘅體積或者佢體型咧，有幾咁龐大啦。除咗洛基家族之外呢，其實另外有一個對家就係呢個巨人族呢，就係幫呢個洛基家族呢去攻打呢一個亞薩神族佢哋嘅領地亞斯加特嘅。咁所以其實係有兩批人去打呢一批嘅亞薩神族。而巨人族入邊呢，有一個族派別呢，就係呢個霜之巨人或者霜巨人，即係霜係雪霜嘅霜，即係住喺冰天雪地嘅巨人呢，由北面呢向南呢攻打呢個眾神嘅領地。而霜嘅巨人呢，佢最犀利嘅地方就係咩呢？佢只要吹一口氣呢，就可以將前面嘅物件呢冰封住嘅。咁所以佢最犀利就係將敵人呢冰封住。咁就呢個就係佢最犀利嘅武器啦。咁除咗呢個霜巨人之外呢，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巨人族，就係另一個巨人族叫做炎之巨人。炎即係炎熱嘅炎，即係佢哋住喺一啲比較熱嘅地區嘅巨人呢，就向北
攻打呢個諸神嘅領地。而呢個炎之巨人入邊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史爾特爾啊。史爾特爾亦都係一個火焰巨人啦。你見到佢全身都係火焰嚟嘅，佢個手亦都揸住個火焰劍嘅，亦都係呢個火焰劍呢導致呢呢個諸神的黃昏呢打得咁激烈，咁一間都會講到啦。咁所以呢一個史爾特爾本身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敵人去攻打諸神嘅領地嘅。好，終於就講下呢個諸神的黃昏或者諸神的末日係點樣發生㗎啦。咁啱啱都講咗，主要就係洛基家族同埋呢個亞薩神族之間嘅爭戰。咁當時北方就有雙個巨人向南向住呢個亞薩神域嗰度過去啦，而南面就有炎之巨人呢，就向住亞薩神域衝過去，而東面呢，就係洛基嘅家族成員呢，就向住呢個亞薩神域咁樣進發嘅，所以兵分三路呢去夾攻呢一個亞薩神域即係眾神嘅領地咁而每一個角色都有對應嘅敵人嘅亞薩神族入邊最重要嘅主神奧丁呢，佢嘅對手就係你芬尼爾狼，正正就係洛基嘅後代嚟嘅而當時奧丁就着住黃金盔甲嘅。就類似而家幅圖左手邊咁樣啦，佢再拎住佢嘅永恆之槍，就係佢最犀利嘅武器啦，再騎住佢嘅飛馬叫做斯萊布尼爾咁就衝向呢一個嘅芬尼爾狼嘅但係由於芬尼爾狼呢個體積個戰鬥力都好強基本上奧丁都打唔過，因為奧丁當時嘅年紀都相當之老邁㗎啦最尾係一口呢俾呢個芬尼爾狼咬死咗。咁而奧丁有另一個兒子叫維達啦，就想為父親報仇而呢個兒子本身好大力嘅，佢就用佢好強勁嘅臂力咧，就將呢個芬尼爾狼嘅口咧就扯爛咗之後，再用佢父親嘅永恆之槍咧就刺落去芬尼爾狼嘅心臟，先至將呢個芬尼爾狼殺死咗嘅。至於奧丁嘅仔咧，雷神索爾咧，佢嘅對手就係呢個巨蛇約爾夢金德。咁雷神就當然最犀利武器就係雷神之錘啦，就去攻擊呢一個巨蛇。而巨蛇佢亦都不甘示弱嘅，佢都有一個武器就係佢會噴啲毒汁出嚟嘅。佢一路噴嘅時候，雷神一路避啦喺避嘅過程中呢，最尾雷神係用咗佢雷神之錘咧，一嘢就搏落去呢一個嘅巨蛇嗰度就令到呢個巨蛇咧奄奄一息。但係喺呢個巨蛇死之前呢，就喺個口度噴大量嘅毒汁，就噴向呢一個雷神，而雷神係避唔過，最尾係中毒身亡嘅。咁所以基本上佢哋兩者係同歸於盡嘅。但係喺呢個爭戰嘅過程，因為啱啱都講咗呢個約爾夢金德咧係被困喺一個大海嗰度，佢喺同呢個雷神爭戰嘅時候咧，佢身體喺大海翻動嘅過程咧，亦都產生大洪水，而呢個洪水係淹沒咗大地，係衝向呢個亞薩神域，即係眾神嘅領地。所以諸神的黃昏入邊其中一個情節咧，就係會引發呢一場嘅大洪水，就係嚟自呢個巨蛇約爾夢金德嘅。而奧丁另外一個兒子就係呢個海姆達爾，即係鎮守呢個眾神領地入口嘅守衛啦。或者啱啱我哋都講過，佢有千里眼正正就係佢呢首先見到嗰班巨人同埋洛基家族呢將會衝向呢個眾神領地，於是吹響個號角提醒眾神要預備作戰嘅。而呢個海姆達爾嘅對手正正就係洛基本人而海姆達爾呢，好彩佢手上有一把好利嘅劍佢最終係用咗呢把劍呢將洛基嘅頭呢斬咗落嚟嘅。即係洛基唔夠佢打嘅但係斬落嚟之後呢，洛基嘅頭呢就跌落地面，跟住反彈就撞中咗海姆達爾嘅心口或者心臟，就係因為咁樣嘅撞擊而令到海姆達爾而撞死咗嘅。聽落去有啲滑稽的而且確係咁北歐神話話佢聽係佢斬咗洛基頭落嚟反彈撞中自己心口而身亡嘅。換言之，海姆達爾同埋洛基本身都係同歸於盡嘅喺呢個情節入邊。經過啱啱幾場戰役呢，北歐幾個嘅主神呢都先後身亡嘅，包括呢個奧丁啦、雷神索爾啦、海姆達爾啦、洛基啦，甚至洛基嘅後代芬尼爾狼同埋約爾夢金德呢，都係咁樣而身亡嘅。咁最後當然離不開
巨人族啦。啱啱都講咗巨人族嘅領軍人物就係呢個史爾特爾嘅巨人，佢本身全身都係一個火焰嚟嘅，再加上佢手上邊係揸住呢個炎之魔劍，係可以產生巨火嘅。而呢一個史爾特爾正正就用大火咧去摧毀咗呢個大地，甚至成個嘅宇宙都係被焚毀嘅。所以簡單啲講，眾神嘅領地先後係受到呢個洪水嘅襲擊同埋大火嘅摧毀嘅。跟住最後成個大地呢，俾大火所滅完之後呢，就沉落去大海嗰度嘅。呢個就係個結局啦，即係成個眾神領地係淹沒咗嘅。而另外一樣嘢值得提就係啱啱我講嘅海姆達爾呢，即係吹號角嗰個嘅守衛，佢本身呢，就啱啱講咗係鎮守住呢個眾神領地入口，而呢個入口本身有一條彩虹橋嘅。而彩虹橋本身呢，學者相信其實係講緊天空上邊嘅銀河嘅。咁所以個意義就係同呢個星空有關嘅。啱啱我哋講咗北歐神話有洪水又有呢個彩虹橋，其實同聖經嘅洪水故事亦都有啲接近嘅。如果你記得聖經嘅洪水故事，過咗洪水之後呢，上帝亦都係用呢個彩虹咧同人類去立約，就同人類講以後都唔會再用洪水滅世。而咁啱喺北歐神話入邊嘅諸神的黃昏，亦都有呢個大洪水淹沒大地嘅情節，亦都有呢個彩虹橋。但係唯一嘅分別呢，就係今次經歷咗呢個北歐神話經歷咗呢個大洪水之後呢，個彩虹橋係被毀滅嘅，而聖經嗰個呢，就係過咗大洪水之後先出現彩虹嘅。呢個係其中一個分別，但係亦都值得留意。總之彩虹嘅象徵同埋大洪水呢，似乎喺幾個文化入邊呢嘅神話入邊都俾我哋見到有呢一個關係出現嘅。咁經歷咗場大洪水淹沒咗大地之後呢，經歷咗一段長時間之後，大地終於喺個大海嗰度呢，浮現翻上水面啦。而且喺個大地上邊呢，可以繁殖到更茂盛嘅植物。個大地亦都恢復咗生機。而呢個時候呢，亦都原來呢係有啲神呢係喺個諸神的黃昏呢係冇身亡到嘅。包括邊個呢？包括就係維達啦，即係奧丁嘅兒子，即係左手邊拎住斧頭嗰個啦。另外就係一個神叫亞里咧，就係右手邊而家拎住弓箭嗰個咧，亦都生存咗落嚟嘅。另外其實雷神索爾亦都有兩個兒子，分別係曼尼同埋摩迪咧，亦都成功逃避咗呢場洪水嘅。咁其實北歐神話入邊亦都記載咗有兩個人類亦都係逃過咗呢場洪水，然之後繁衍下一代嘅人類。即係我哋而家呢啲人類嘅祖先嚟嘅。咁所以其實咁樣對比翻聖經嘅洪水神話，其實真係有啲似嘅。只不過我哋聖經嘅版本係有8個人即係挪亞一家8口咧係逃避過嗰場洪水，而喺北歐神話嘅洪水故事入邊就係得2個人類嘅啫。其餘嗰4個都係神嚟嘅。但係亦都似我之前所講，以諾書或者次經都提到啦。其實係有雖然洪水毀滅咗大部分嘅巨人啦，但係都有一個巨人呢係成功逃避咗呢場嘅挪亞大洪水，就係叫奧格亦正係聖經後邊舊約所講嘅巴珊王噩呢，亦都係喺呢場洪水係逃避咗嘅。其實有啲似嘅，即係如果你將以諾書入邊嘅巨人對比翻北歐神話嘅眾神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個對應嘅關係喺度俾我哋見到嘅。啱啱都只不過透過對比呢一個諸神的黃昏同聖經嘅洪水故事，發現到有相似嘅地方，但係咪直接相對等呢？咁又證據太過薄弱啦。我哋有冇更加多嘅證據顯示佢哋之間有關呢？咁就要透過呢個神話比較學去比較啊。因為啱啱我都講過，就係印度嘅神話同埋呢個北歐嘅神話有相似嘅地方，主要就係因為佢哋都係屬於印歐語系，因為係語言學家入邊發現呢個印度嘅語言同歐洲語言係有個脈絡有個關係，亦都引致到佢哋嘅神話結構呢係有關，亦都係相似嘅。所以我哋只要揾到一個故事，尤其是係印度神話，如果揾到一個印度神話故事係對比翻北歐嘅諸神的黃昏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利用呢個神話比較嘅方法呢，去抽絲剝繭，去揾翻相似嘅神話結構，透過呢個神話結構去提取翻歷史嘅真相。咁究竟有邊一
段嘅印度神話可以對應翻啱啱諸神的黃昏嘅情節呢？嗱，如果你記起啱啱諸神的黃昏最重要一個角色之一呢，就係呢個巨蛇約爾夢金德，佢同呢個雷神索爾爭戰嘅時候，身體翻動嘅過程呢，就引發大洪水噶嘛。咁而事實上呢，喺印度神話亦都有類似咁樣嘅情節嘅，就係呢一個印度嘅翻攪乳海神話。翻攪乳海即係翻動個大海，只不過佢大海係乳海，乳係乳白色嘅，乳白色咁解啊，即係翻攪一個白色嘅大海啦。點解無啦啦會有呢個情節呢？就係當時天神同埋邪神阿修羅呢，就想爭奪呢一個嘅永生甘露，但係佢哋發覺只要攪動呢個大海呢，就有機會得到呢個永生甘露啦。於是佢哋就協議，我哋齊心合力去翻攪呢個乳海。如果得到呢個永生甘露嘅時候呢，我哋就平分嚟飲啦。原本嘅協議係咁啊。於是你見到呢，佢哋就利用一條大蛇叫做阿蘇基嘅大蛇咁。你見到佢哋扯大纜嘅右手邊嗰4個咧，黑黑實實嗰個咧，蛇頭方向咧就係邪神阿修羅嚟嘅，而蛇尾方向咧嗰4個就係天神嚟嘅。咁嗰啲天神都包括咗印度教入邊最主要嗰3大神，包括梵天毗濕奴同埋濕婆等等啦。咁佢哋就利用呢條蛇嘅身體就纏繞住一座山叫須彌山。須彌山就係印度神話入邊一個聖山嚟嘅。咁而個山嘅底部就有一個巨龜咧去承托住啦。咁佢哋就不斷拉扯呢個蛇嘅身體啦，就轉動呢個須彌山，就利用須彌山作為個攪拌棒咧，就攪動呢個大海。咁經過咗一輪嘅攪動咧，的而且確俾佢哋成功咧喺大海嗰度咧就獲得呢個永生甘露。原本嘅協議就係平分嚟飲點知有一個阿修羅咧叫羅睺就假扮呢個天神就偷飲咗呢一個永生甘露。咁於是俾呢個太陽神同埋月亮神發現咗之後咧，就通風報信，就話俾呢個毗濕奴聽。毗濕奴就係印度神其中一個大神啦。咁毗濕奴即刻就要懲罰呢一個阿修羅睺就即刻將佢頭斬咗落嚟。但係斬咗落嚟之後，羅睺冇死到羅睺就好嬲呢一個嘅太陽神同埋月亮神通風報信，於是咧就經常去追趕太陽、追趕月亮，就形成所謂嘅日食同埋月食嘅。而羅睺嘅尾巴咧就變成我哋而家成日見到嘅彗星嘅。咁如果你睇翻呢個翻攪乳海嘅神話故事嘅結構，其實同諸神的黃昏好似諸神的黃昏主要都係2大勢力嘅爭戰包括呢個亞薩神族同埋洛基家族佢哋嘅爭戰。而喺印度呢個翻攪乳海神話，正正就係天神同邪神嘅阿修羅之間嘅爭戰，而佢哋兩者都係用咗一條巨蛇去翻動嘅大海。北歐神話就係巨蛇約爾夢金德翻攪大海產生洪水，而印度嘅翻攪乳海亦都係用一個巨蛇阿蘇基嘅身體去轉動須彌山翻攪個大海。喺呢個過程其實都係形成咗一個海嘯，甚至喺轉動過程咧，住喺山上邊即係住喺須彌山上邊嘅生物動物咧，全部跌晒落海，都浸死晒。甚至轉動過程嘅摩擦力亦都形成一場嘅大火嘅，係焚燒呢個須彌山，就同呢個北歐神話嘅諸神的末日係好似嘅。大家都有洪水，亦都係有大火嘅。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呢一個印度嘅翻攪乳海神話，似乎可以對應翻北歐嘅諸神的黃昏呢個情景嘅。咁所以我哋就會見到原來巨蛇同呢一場嘅洪水之間呢係有個緊密關係呢，俾我哋見到。如果大家對翻攪乳海神話有興趣呢，可以參考我第一本著作《上帝的半途守望者》，入邊有更加詳細嘅分析，講呢個翻攪乳海呢個神話故事背後所隱藏嘅信息嘅。咁我哋翻去呢個北歐神話同呢個翻攪乳海呢個故事之間嘅關係先。啱啱都講咗呢個翻攪乳海係攪動一個白色嘅海乳海本身就係白色嘅海。而我發現呢，我哋地球上邊真係有一個海叫白海嘅，個位置咁啱又喺北歐嗰度就係呢個芬蘭嘅東北角呢個位置呢個海域呢，正正就係叫做白海。而白海其實咪就即係乳海咯。咁所以究竟印度嗰個翻攪乳海嘅神話所講嘅海域係咪講緊呢個北歐嘅白海呢？因為啱我哋已經透過神話比較嘅方法，已經見到呢個諸神的黃昏同埋呢個印度嘅翻攪乳海個神話結構係咁相似，而大家語言上邊大家都係屬於印歐語系。
無論神話結構定係語言方面都有關嘅時候，咁究竟翻攪乳海同埋諸神的黃昏所講嗰場大洪水係咪同呢個白海呢個區域有關呢？嗱，呢個係有趣，亦都值得深究嘅。而事實上，我發現呢個白海本身喺12,500年至到11,600年之前呢，即係呢900年嘅區間入邊呢，佢係處於冰河期嘅。當時呢個北歐地區呢，就係有啲冰蓋冰川封閉住。當時我哋叫做新仙女木冰河期，係維持咗900年嘅。咁而冰川本身都係白色喎。咁究竟嗰個翻攪乳海個乳海究竟真係講緊白海定係講緊白海上邊嘅白色嘅冰川呢？呢個值得深究嘅。咁如果有呢個冰川有咩特別呢？而特別在呢，啱啱我哋都講過北歐嘅諸神的黃昏同埋翻攪乳海都係講緊一場嘅大洪水，而家呢一個新仙女木嘅冰川又同洪水有咩有關呢？而事實上近呢十年有啲科學家已經研究緊就係曾經喺12,800年之前喺宇宙係有一粒彗星而家命名為新仙女木彗星呢，係衝入大氣層分裂成20幾塊，而其中幾塊就擊中咗北歐呢個位置嘅，或者歐洲北部呢個位置就撞正咗啱啱嗰個冰川嘅位置，即係白海對上嘅冰川位置。咁而學者相信就係呢一次嘅彗星撞擊撞落冰川，令到冰川短時間內融化，就形成大洪水嘅。咁就解釋到點解印度嘅翻攪乳海竟然個地點係講明係一個白色嘅海，會唔會就係講緊當時歐洲北部嘅冰川，甚至係講緊歐洲東北角嗰個嘅白海呢？有咁個可能性俾我哋見到，而家科學上更加俾我哋證據顯示到有咁個可能性，即係彗星撞冰川會產生洪水，所以你就唔會覺得出奇啦。點解北歐嘅諸神的黃昏係有呢個洪水情節，而呢一個印度嘅翻攪乳海亦都有呢個洪水情節，而講明個洪水情節同呢個乳海有關，即係同呢個白海，即係呢個北歐嘅區域有關。咁呢個係相當之有趣嘅，即係我哋已經幾個因素啦，北歐神話、印度神話，甚至喺科學嘅彗星撞擊證據顯示到北歐曾經可能真係發生一場大洪水，或者個洪水本身同佢有關。咁而呢個洪水唔係淨係介乎喺北歐喎，因為理論上佢其實就係聖經入邊所講嘅挪亞大洪水，係牽涉全世界嘅。所以之前我幾集講蘇美爾埃及甚至中國嘅神話嘅時候，都會牽涉到呢個洪水故事，就唔出奇啦。因為如果真係當時呢個12,800年之前個彗星撞擊係牽涉一場全球大洪水嘅時候，咁唔同嘅文化都有呢場個洪水故事呢，咁就係相當之合理嘅。咁所以諸神的黃昏入邊呢個巨蛇若爾夢金德呢，只不過係一個象徵嚟嘅啫，佢背後其實呢係要講緊一場嘅大洪水嘅。咁所以你要記住，神話本身好中意用一啲象徵，用一啲符號去進行一啲誇張嘅表達，但係佢背後係想傳遞一啲嘅信息。就正如我啱啱開頭都有講到係傳遞一啲可能人類心智入邊嘅潛意識而呢個潛意識可能就係當年嗰班經歷過大洪水嘅人佢就將佢哋所慘痛嘅經歷將用呢個神話嘅表達去表達出嚟。咁喺北歐方面就用咗呢個若爾夢金德去表達嗰一場嘅大洪水嘅。其實關於呢個北歐諸神的黃昏更加多嘅解讀呢，其實可以參考我最新嘅著作《上帝的叛徒2：亞特蘭提斯》入邊對呢個諸神的黃昏嘅北歐神話有更加詳細、更加深入嘅解讀嘅。咁究竟諸神的黃昏佢同挪亞大洪水之間嘅故事結構，仲有啲咩更加多嘅證據顯示佢哋係互相對等呢？其實有嘅，就係同呢個洛基家族嘅成員有關，因為洛基家族本身背後有好多象徵意義嘅，唔係就咁分利爾郎就咁巨蛇若爾夢金德咁簡單。其實佢哋背後都隱藏咗一啲嘅信息，隱藏咗一啲嘅意義喺度。我哋透過呢種嘅意義解讀啦，我哋會發現咧，呢個諸神的黃昏呢，唔係表面上邊兩班勢力嘅爭戰咁簡單，佢係要表達一啲嘅災難嘅意義俾我哋見到嘅。
嗱，咁究竟北歐神話諸神的黃昏同呢個挪亞大洪水有咩更加多嘅直接對應嘅關係，甚至同呢個印度嘅神話番格與海有咩更加多嘅證據顯示佢哋三者之間有關呢？首先講一講洛基本身啦，啱啱我哋都講咗洛基本身係個邪神啦，雖然就歸落咗呢個亞薩神族，但係佢本身嚟自巨人族嘅。得唔得？嗱，一講到巨人族呢，應該醒起啦。我哋講挪亞洪水故事嘅時候，都牽涉咗一班巨人。嗰班巨人就係神嘅兒子同人嘅女子交合所生。簡單啲講，即係墮落天使同人類女子交合生咗一班巨人。而上帝耶和華唔中意嗰班巨人，於是就要毀滅呢一班巨人，用洪水去毀滅嘅。得唔得？而今次北歐嘅洪水故事入邊都牽涉巨人啦，啱啱講咗係諸神的黃昏入邊呢，巨人就有炎之巨人啦，同埋霜之巨人啦，甚至洛基本身都係巨人族嘅後代嚟嘅，所以其實佢本身有巨人，所以我都講過就係洪水同埋巨人呢，喺唔同文化嘅神話故事都一齊出現嘅，咁呢個就唔係一個巧合啦，已經話俾佢聽呢。洪水同巨人一定係有關，先至會令到唔同宗教、唔同文化嘅神話入邊嘅洪水情節，通常都會牽涉巨人嘅，得唔得？而洛基佢除咗係巨人族嘅後代之外呢，其實佢本身係火神嚟嘅。嗱，啱啱我冇特別介紹啊，其實佢本身係同火有關，而佢名字背後有意思嘅，佢名字背後係代表終結者啊。而事實上，諸神的黃昏係一個終結嘅結局嚟嘅。即係對嗰班亞薩神族嚟講，係一個末日嘅結局，所以洛基係引發呢一場諸神的黃昏，所以佢名本身有終結者意義呢，係相當之合理。而我覺得呢一種火神，再加上終結者本身呢，亦都可能係代表洛基其實係一個象徵，佢係象徵緊乜嘢呢？佢象徵緊當年嗰個新仙女木彗星撞擊。你要知道彗星撞擊就牽涉有火啊。當佢衝入大氣層摩擦，因為佢本身以音速50至60倍音速咧衝入大氣層嘅。咁喺呢個過程佢會產生火焰啦，而且彗星撞地球呢，真係一個終結者嚟嘅。如果你知道就係、而家學界相信啦，恐龍滅絕都係因為一場嘅水星或者小行星撞落去而家中美洲墨西哥灣嗰度然之後引發一場嘅氣候大轉變，然之後令到恐龍滅絕嘅。所以彗星撞擊、小行星撞擊本身就係一場嘅末日嘅終極或者一場嘅末日嘅災難嚟嘅。所以如果洛基個名字背後有終結者嘅意思，我覺得相當之吻合。呢一個彗星撞擊事件，佢亦都係一場嘅終結嚟嘅，就係當時係將人類或者地球上邊大部分嘅生物呢係一場嘅大滅絕嘅。即係無論係聖經入邊所講嘅挪亞大洪水，都係對生物嚟講係一場嘅大滅絕嚟嘅，所以都係一場終結嚟㗎，你可以咁講。所以洛基本身名字帶有火嘅意象，亦都帶有呢個終結者嘅意思嘅時候呢，我覺得可以直接對應呢個彗星撞擊。咁當然我唔係就咁直接對號入座，我係揾咗好多證據，包括啲乜嘢呢？包括洛基本身嘅後代因為洛基啱啱都講咗佢有兩個後代，其中一個後代就係呢個巨蛇約爾蒙金德。如果你記得啱啱諸神的黃昏嘅情節，呢個巨蛇同呢個雷神索爾爭戰嘅時候呢，佢掙扎啦就翻動嘅身體，而呢個巨蛇本身就處於個大海嗰度嘅，所以當佢翻動身體呢，就令到個大海產生大洪水嘅。咁即係洛基嘅後代係引發大洪水，而如果洛基本身係個彗星嘅象徵嚟嘅，即係洛基本身係代表個彗星。彗星啱啱我都講咗啦，喺科學界入邊都講咗，當年12800年前有粒彗星撞落去冰川就引發大洪水啊嘛。咁而家洛基嘅後代係個巨蛇，而個巨蛇引發大洪水呢，你就會見到個對應關係㗎咯。得唔得啊？即係洛基就對應個彗星，而佢嘅後代巨蛇就對應個大洪水。即係彗星引發大洪水，即係洛基生咗巨蛇，即係同一個意義咁樣咧，得唔得？咁所以我啱啱講咗就係神話本身係好多誇張，但係你一定要拆解佢邊啲地方係誇張，邊啲地方有事實根據所以點解要進行呢個神話比較，你先至見到有邊啲係要抽取，同埋你一定要了解個象徵意義背後所表達嘅意思。
咁所以洛基有可能係代表緊個彗星撞擊，而個巨蛇背後就代表嗰場嘅大洪水。咁都未完㗎喎，因為你要知道洛基有另外一個後代就係芬里爾狼啊嘛。芬里爾狼本身咧，佢亦都有一對仔女嘅，即係有個後代喎。芬里爾狼佢本身都生咗一個後代，就係叫做哈提同埋斯庫爾嘅。哈提本身咧，佢就追趕呢個月亮嘅，就形成呢個月食；而斯庫爾咧就追趕太陽，形成日食嘅。咁所以喺北歐神話點樣解釋日食月食呢？就係同呢個芬里爾狼嘅後代去追趕月亮、追趕太陽，所導致呢個日月食嘅。聽到呢度你係咪覺得似曾相識啊？啱啱我講呢個印度嘅翻攪乳海神話嘅時候呢，未講到一個阿修羅羅喉，佢偷飲咗永生甘露，然之後俾人斬咗個頭落嚟，然之後佢追趕月亮、追趕太陽，產生日月食，而佢嘅尾巴就變成彗星喎。正正可以對應翻呢個北歐神話諸神的末日，亦都係講緊芬里爾狼嘅後代，佢產生日食月食。而芬里爾狼佢嘅父親即係呢個洛基本身就係對應彗星喎。即係北歐神話牽涉咗日月食，亦都牽涉彗星；而喺印度神話亦都係牽涉日月食，亦都牽涉彗星。你就會見到點解我會喺我本身嘅著作，即係亞特蘭提斯嗰度呢，進行一個印度神話同埋北歐神話之間嘅對比呢，就係根本你就會見到個神話結構呢係咁相似嘅，得唔得？咁所以又係同呢個天文嘅異象有關。無論芬里爾狼定係呢個約爾夢金德，定係呢一個洛基都好啦，佢哋三者都係講緊嗰場大洪水所引發一啲嘅連串事件。咁你話洪水又點同日食月食有關啊？雖然呢度講日月食啫，但係你要知道，當一個高速嘅彗星撞落地表嘅時候呢，除咗融化啲冰川呢，佢亦都會激起啲塵土嘅。當啲塵土彈射出去個大氣層嘅時候，咪會遮蔽太陽、遮蔽月亮，就形成一個人造嘅日月食咯。即係唔係真正日月食啊，而係因為個大氣層受到塵埃嘅遮擋，變成日食月食，得唔得？咁所以彗星撞擊、日月食同埋大洪水之間呢，其實係一個緊密嘅因果關係喺度俾我哋見到嘅，就唔係完全獨立嘅事件。所以你會見到點解芬里爾狼同埋約爾夢金德係洛基嘅後代，因為佢哋背後想要代表嗰樣嘢，就係當年呢一個新仙女木彗星撞擊事件，就係彗星撞擊、洪水同埋日月食或者天文異兆呢。三者之間係互為關聯嘅。咁另外呢，而啱啱所講嘅芬里爾狼佢本身呢，當時諸神的黃昏呢，發生之前係叫做芬里爾之冬係有為期3年嘅寒冬期嘅。喺個北歐神話入邊，係經歷咗呢3年寒冬期之後，就出現呢個諸神的黃昏，即係出現呢個大洪水嘅情節。而事實上當年北歐啱啱咪講咗，佢哋處於新仙女木冰河期啊嘛，即係個彗星撞落嚟之前就已經地球嘅北歐地區就處於呢個冰河期，尤其是呢個芬蘭挪威全部都俾個冰川覆蓋，就類似而家你畫面見到呢個半島嘅位置就係北歐、芬蘭、挪威呢3個國家嘅北歐區域，正正就係北歐神話所提及嘅最主要嘅區域就係呢一度嘅。咁當年12800年之前呢，亦都係類似咁啦，就係成個呢個北歐地區都俾呢啲冰川覆蓋，而當時就係一粒彗星撞落去呢一啲地區嘅時候，就引發一場嘅大洪水咁而啱啱都講咗，佢洪水之前就處於寒冬期啊嘛，喺北歐神話入邊講到諸神的黃昏之前有3年寒冬期，而而家正正喺新仙女木彗星撞擊事件，亦都俾我哋睇到就係當個彗星撞落嚟之前，北歐一早亦都係處於冰河期嘅，即係吻合你已經見到。所以我相信北歐神話入邊所講嘅芬里爾之冬呢3年嘅寒冬期，其實就係對應翻我哋歷史上真正發生過嘅新仙女木冰河期。所以當呢個因為
喺北歐神話就講到成個嘅眾神嘅領地全部都冰封咗3年嘅跟住先至引發嗰場嘅諸神的黃昏。咁就正正配合啱啱我所講，就係12800年至11600年呢900年之間呢，北歐區域甚至亞洲嘅北部你見到呢個好大塊嘅面積咧，都處於呢個冰川嘅下邊，而呢個冰川下邊正正覆蓋住啱啱所講芬蘭東北邊嘅白海亦都有可能係印度神話入邊所講嘅乳海咁所以如果印度神話定係北歐嘅諸神的黃昏都係講緊呢個區域嘅時候呢，咁好大機會就同當年嗰個彗星撞擊產生大洪水嘅故事或者嘅事件係有關噶啦。咁所以相當之有趣即係我哋淨係對比呢個北歐嘅神話同埋印度嘅神話，再加上科學嘅證據，就更加多顯示俾我哋見到呢原來北歐嘅諸神的黃昏定係印度嘅翻攪乳海都對應翻聖經入邊嘅挪亞大洪水嘅情節。因為我之前都講過，就係嗰次嘅彗星撞擊所引發嘅洪水唔係淨係涵蓋北歐記住係涵蓋整個地球嘅，所以就令到後來嘅蘇美爾、埃及聖經都有提過一場嘅大洪水。其實大家都係講緊同一場嘅大洪水嘅咁所以啱啱都講咗，就係嗰次彗星撞擊嘅位置就涵蓋咗歐洲北部但係其實都唔止如果你睇翻呢個撞擊圖呢，佢包括埋北美洲嘅。包括北美洲，當時北美洲同呢個歐洲北部一樣，都係處於冰河期嘅。咁所以無論撞喺北歐定係撞喺美洲北部都好啦，佢都係撞落冰川，然之後令到冰川係短時間融化，產生大洪水。咁呢個所以個洪水點解可以涵蓋全球呢？因為佢唔係淨係集中北歐其實佢係連北美洲都有嘅，甚至而家你見到牽涉埋中東嘅敍利亞，即係22號撞擊點你見到呢一度呢都係有呢一個撞擊位置俾我哋見到嘅。咁所以呢個係值得深思就係呢一場嘅彗星撞擊呢係引發咗一場大洪水，影響咗後來4大古文明入邊嘅洪水故事，亦都影響咗北歐嘅洪水神話嘅諸神的黃昏而喺聖經版本入邊啱啱都講咗啦，經歷咗呢場洪水可以真正逃過呢場洪水嗰個家族就係呢一個挪亞一家啦。咁佢哋之所以成功逃避，就係因為興建咗呢個挪亞方舟，因為當時耶和華就教佢哋或者提醒佢哋要起呢一個方舟。咁佢哋就一家8口啦，就係挪亞同佢太太啦，同3個兒子閃含亞弗同埋3個兒子嘅太太，即係佢新抱啦，8個人呢上咗方舟，然之後避開洪水嘅。但係喺猶太版本呢，就唔止呢8個，猶太版本呢，包括埋一個嘅巨人就叫奧格佢係抓住咗方舟嘅屋頂就順利避開咗個洪水，然之後呢過咗洪水之後就繁衍下一代嘅巨人，亦都係聖經舊約所提及嘅利凡音人，就住喺迦南地嘅咁樣先解得通點解又話洪水要滅晒大部分巨人，但係點解洪水之後聖經仍然會提及巨人呢？主要就係因為其中一個巨人死唔去咁先至可以將個血脈呢流傳落下洪水之後嘅。咁洪水之後呢，如果淨唔講巨人啦，淨係講人類就挪亞一家8口啦咁而北歐神話啱啱都講咗啦，係有維達等等嘅神甚至索爾2個仔亦都生還啦，甚至有2個人類都生還嘅咁當然個人數就有啲唔同因為聖經嘅版本有8個人生還，但係如果歐洲即係北歐呢個神話得2個人生還，其餘嗰4個都係神嚟嘅。但係起碼話俾佢聽，兩者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嗰次嘅洪水唔係所有生命體都滅絕晒，係有生還者嘅，無論係人類又好定係神又好。呢度北歐叫神啦，但係喺我嘅研究入邊或者我個著作入邊，經常將呢啲神話入邊嘅神嘅角色，其實就睇成係我本書入邊嘅守望者，即係墮落天使或者佢哋嘅後代，即係嗰班巨人嘅咁所以只不過我成日個立場就話唔同文化或者其他宗教嘅神話，其實就係呢班守望者佢嘅版本嚟嘅。佢守望者希望扭曲一啲嘢，然之後變成唔同嘅神話，就令啲人去相信個神話，就唔相信聖經即係有一個咁樣嘅
迷惑啲人去信另一個宗教啦。呢個係我嘅解讀啦嚇。咁所以神話本身唔係完全虛構，但係佢有扭曲，得唔得啊？佢有受到呢個守望者嘅扭曲，然之後就演化成而家唔同嘅宗派、唔同宗教、唔同文化嘅神話，但係佢背後係有一定嘅歷史根據啊。嗱，如果翻去啱啱所講嘅印度嘅番餃與海神話啦，啱我都對比咗，就係北歐神話同呢個番餃與海之間有好多相似，而番餃與海神話本身同聖經嘅挪亞洪水都有相似，就係因為佢都牽涉生物大滅絕啊嘛。基本上挪亞大洪水，基本上地球上邊大部分生物死晒㗎啦，淨係嗰八個人類生還，同埋方舟上邊嘅動物生還，甚至係海入邊嘅生物當然都會生還啦嚇。而啱啱都講咗，就係印度呢個番餃與海，當佢哋轉動嘅過程呢，須彌山上邊嘅生物全部跌晒落海呢，好多都咁樣浸死、咁樣身亡嘅。亦都係呢個過程呢個摩擦力轉動嘅時候個摩擦力引發大火去焚燒呢個大地嘅。咁所以經歷咗洪水、經歷咗大火之後呢，基本上係一場嘅生物大滅絕。而特別在啲乜嘢呢？就係呢個印度神話，除咗個乳海，嗱，乳海啱啱講咗可以對應呢一個北歐嘅白海之外呢，個須彌山都有意義啊！須彌山原來佢嘅名發音叫 Sumeru，Sumeru 如果阿卡德文呢，就對應蘇美爾啊。咁其實即係講緊，如果印度神話除咗講北歐嘅白海之外呢，佢上邊嗰座山呢，其實講緊蘇美爾喎。而事實上，我哋都講咗蘇美爾本身就有洪水故事啊。蘇美爾嘅泥板吉爾加米什史詩入邊都講咗一場嘅大洪水故事。而呢場大洪水故事最特別就係咩啊？就係同聖經嘅故事嘅神話結構基本上一樣嘅。只不過係角色嘅人物唔同，我哋叫做挪亞，喺蘇美爾嘅版本叫做烏特納比西丁，但係大家都係做方舟避洪水，出咗方舟之後，亦都係敬拜獻祭，全部差唔多一模一樣噶。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聖經嘅版本同埋蘇美爾嘅版本相當之似，咁相信佢哋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嘅來源嘅。咁而家印度都講到呢，佢呢一場嘅番餃與海亦都牽涉蘇美爾喎。會唔會就係講緊印度嘅眾神係嚟自蘇美爾呢？因為我一直之前所講嘅史前古文明都講過，班守望者本身活躍嘅地區就係由呢個黑門山，即係由敍利亞一路延伸到去肥沃月灣右手邊，即係伊拉克呢個位置，正正就係當年蘇美爾嘅地區。而喺我第一本著作上，呢半途守望者亦都講到，就係呢一班守望者曾經影響過印度嘅文化，可能係間接，亦都可能係直接。當佢影響咗印度文化嘅時候，咁自然就影響咗印度嘅神話。所以印度神話入邊番餃與海呢個故事本身所牽涉嘅須彌山，亦都可能講緊呢個蘇美爾。因為嗰班眾神如果嗰班印度嘅眾神係嚟自蘇美爾嘅話，或者嚟自蘇美爾嘅守望者嘅話呢，咁就解得通啦。因為佢哋竟然喺印度神話入邊所提及嗰個須彌山，原來就係蘇美爾嚟嘅。而蘇美爾又發生洪水故事。咁所以印度神話嗰個番餃與海好特別嘅，佢個乳海就可以對應北歐嘅白海，咁就對應北歐嘅諸神的黃昏嘅咯。但係如果你睇翻嗰座山須彌山，佢本身 Sumeru 係對應蘇美爾，亦都對應翻蘇美爾嘅吉爾加米什史詩嘅洪水故事，咁就將幾方面拉埋一齊睇咯。即係而家已經牽涉唔係淨係北歐同埋印度嘅神話咁簡單，而係牽涉埋蘇美爾吉爾加米什史詩入邊嘅洪水故事，亦都牽涉埋聖經入邊嘅洪水故事嘅。所以四方面之間，你已經見到個關係呢度呢係相當之有趣，同埋大家係互為關聯嘅。咁呢一個係值得深究，亦都係我第一本同埋第二本著作呢經常討論、經常提及，就係將唔同文化嘅洪水神話故事互相進行對比、互相進行研究。咁而我第二集呢有更加深入。因為第一集我就冇提及呢一個北歐嘅洪水神話嘅研究嘅，去到第二集先牽涉呢個北歐洪水神話嘅研究。大家值得睇嘅，如果未買你可以買嚟再參考下啦。
其實都唔止仲有希臘神話嘅，咁我遲啲再揾一兩集再講啦，因為今集時間都差唔多啦，因為今集主要呢，我哋主力都係分析呢個北歐神話同呢個印度神話，甚至同呢一個聖經之間嘅關係，咁大家就會見到佢哋呢係好緊密嘅，越緊密就反而越有趣啊！你會見到好多瓜能藤藤能瓜咁樣見到個關係喺度。嗱，咁今集嚟到就下次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神話背後所隱藏嘅一啲嘅神秘嘅資訊嘅。再見。